原本以為財政赤字咁犀利，政府會喺長者福利度開刀，點知今次2026年度嘅財政預算案竟然有驚喜。今日我要同大家講一個突發嘅好消息，政府決定咗放過長者，唔單止長者生活津貼嗰份半糧保得住，就連大家最關心嘅2蚊搭車優惠，雖然有變動，但都係溫和處理。我會逐一拆解2026新政策，由長生津、綜援、傷殘津貼到廣東計劃嘅最新金額同資產審查，仲有最近大火之後嘅租戶安置問題。呢條片資訊量非常大，大家記得攞定支筆記低啲重點。講返正題，2026年度嘅財政預算案剛剛出爐，大家之前係咪好驚政府會取消糧尾？因為呢幾年政府庫房話赤字好嚴重，坊間一直傳緊會全面削減福利，但最新消息證實，政府決定維持長者生活津貼、綜援同傷殘津貼嘅半糧安排，即係話喺2026年度，你除咗每個月準時收到嘅津貼之外，仲會額外攞到多半個月嘅錢。雖然唔係以前嗰種雙糧，但喺而家咁嘅經濟環境下，呢半個月嘅額外津貼真係及時雨，起碼夠大家交下水電費或者去飲多幾餐茶。大家最緊張嘅肯定係2蚊搭車計劃，之前傳到話要取消，或者加到3蚊、4蚊。最新方案係咁樣嘅，政府會喺2026年度開始分階段實行2折優惠。點解係2折而唔係2蚊呢？因為政府想減少開支，但又唔想加重長者負擔得太過分。簡單嚟講，如果你以前搭一程車係10蚊，2折之後就係2蚊，同以前一樣。但如果你搭嗰程係長途車，例如要30蚊嘅，2折之後就要俾6蚊。政府嘅邏輯係想鼓勵大家短途車唔好搭長途線。不過大家放心，呢個方案唔係一刀切，佢會分階段進行。2026年初會先由部分路線試行，等大家慢慢適應。所以2026年度，大家仲係可以享受緊好平嘅車費，唔使太過擔心出街會變咗好貴。再嚟我哋睇下2026年度長者生活津貼長生津嘅具體金額。隨着通脹調整，2026年度嘅長生津金額會略為調升，而家最新嘅金額大約係4300幾蚊。要攞到呢筆錢，資產審查依然係大家最關心嘅一環。2026年度單身人士嘅資產限額維持喺30幾萬左右，而夫婦2人就係50幾萬。好多老友記問保險、股票計唔計？答案係計嘅，但大家要留意，你住緊嗰層自住物業係唔計入資產嘅，呢點好緊要。如果你手頭上有啲現金超咗額，記得要提早規劃，唔好等到申請嗰陣先至嚟處理，到時可能會被視為故意轉移資產，咁就麻煩啦。講到申請文件，2026年度嘅審查變得更加嚴謹，社會福利署而家會隨時抽查，要求你提供過去1年甚至更長嘅銀行存摺記錄，即係紅簿仔。如果你有大陸戶口或者喺海外有資產，千祈唔好隱瞞。而家政府嘅大數據好犀利，同內地嘅資訊交換都多咗。如果你喺廣東省有樓或者有收租，最好如實申報。講到呢度，就要提下廣東計劃同福建計劃。2026年度呢2個計劃嘅離港限制進一步放寬，以前要求你1年內要住滿一定日數，而家為咗鼓勵長者去大灣區養老，政府基本上只要你每年返嚟香港1次，或者證明你有長期居住喺廣東嘅事實，嗰份津貼都會照樣發放。呢個對於想返鄉下住、生活費平啲嘅老友記嚟講，絕對係好消息。關於傷殘津貼同綜援，2026年度同樣有半糧安排。普通傷殘津貼會加到2100幾蚊，而高額傷殘津貼就會去到4300幾蚊。至於綜援方面，除咗基本嘅生活金、租金津貼同埋各種補助金，例如眼鏡津貼、搬遷津貼，都會隨着2026嘅通脹率有所微調。特別係針對獨居長者嘅綜援，政府會增加一項數碼支援補助，雖然金額唔多，每個月100零蚊，
但係想鼓勵大家換部好啲嘅智能手機，方便用智方便或者睇政府資訊。講到意外，最近有一單大火搞到好多老友記無家可歸，政府喺呢份預算案入面，亦都特別提到咗租戶安置嘅優化措施。如果你係住喺舊樓、劏房，不幸遇到火災或者政府收樓，2026年度起，安置程序會加快，房屋署會預留一部分中轉屋，甚至直接撥出部分公屋單位俾受影響嘅長者，唔使好似以前咁要排幾年隊。而且安置嘅資產審查會暫時豁免，先安置後審核，呢點係非常人性化嘅做法。如果你身邊有朋友遇到呢啲情況，記得叫佢哋去社會福利署揾社工幫手申請緊急援助基金。老友記申請長生津或者綜援嗰陣，最容易犯嘅錯誤就係離港限制。大家記住，雖然2026年度放寬咗，但如果你唔係申請廣東計劃，而係普通嘅長生津，你一年內嚟港唔可以超過305日。如果你喺外面住得太耐，政府係會停發津貼，甚至要求你退還之前收多咗嘅錢。所以出境記錄一定要記清楚，特別係而家去旅行方便咗，好多老友記一去就去幾個月，呢點要特別小心。仲有文件方面，2026年度開始，政府推行全面電子化。雖然話可以用紙張表格，但如果你識用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申請，審批時間會快成個月。我建議大家，如果自己唔識搞，可以去屋邨嘅長者中心，嗰度啲社工同義工好樂意教大家點樣掃描身份證同存摺。記得要準備好過去12個月嘅所有銀行戶口記錄，包括已經取消咗嘅戶口。如果你有買投資產品，例如年金或者強積金，記得要攞埋相關嘅結單。強積金喺你未滿65歲領取之前係唔計入資產嘅，但一旦你提咗出嚟變成現金，咁就計啦。大家可能會問，2026年度政府咁大方，錢從何來？其實預算案提到，政府會透過發行債券同埋增加一啲商業稅收嚟填補財赤，目標係唔想影響到民生福利。所以大家唔使太過心理壓力，覺得攞呢啲錢係負擔。呢啲福利係大家後生嗰陣交稅，對社會有貢獻之後應得嘅回報。政府今次嘅做法，明顯係想穩定民心，特別係喺人口老化咁嚴重嘅香港，保住長者福利就係保住社會穩定。至於資產審查入面嘅現金定義，好多老友記會將現金擺喺屋企保險箱。雖然政府查唔到你屋企，但如果你突然間有一大筆錢入落銀行，或者買咗份大額保險，稅務局同社署係會追問個來源。所以誠實申報係最好嘅策略。如果你嘅資產啱啱好超咗少少，可以考慮下合法嘅銷金方法，例如裝修下屋企、換下家私，或者預先繳付未來幾年嘅醫療開支。2026年度嘅財政預算案，對長者嚟講可以話係虛驚一場，滿載而歸。2蚊搭車雖然變相加價轉為2折，但對於大多數搭短途車嘅老友記嚟講，影響其實好細。而長生津嘅半糧能夠保得住，已經係超出咗好多專業分析師嘅預期。呢份預算案體現咗政府對基層長者嘅關顧，亦都反映咗社會對長者嘅尊重。關於大火租戶安置，呢度我要補充少少。如果你係租緊私人市場嘅唐樓，一定要留意業主有冇買保險。雖然政府有安置政策，但如果你自己有買一份簡單嘅家居保，萬一遇到火災或者漏水，賠償金額可以幫補好多。2026年度，政府亦都資助咗一啲 NGO， 專門幫長者檢查舊樓嘅電力安全。大家記得去區議員辦事處問下有冇呢啲免費服務，預防勝於治療。總括嚟講，2026年度大家要記住幾個關鍵數字：長生津大約4300幾蚊，加埋半個月額外津貼，2蚊搭車分階段變2折。離港限制依然係305日，廣東計劃除外。所有嘅申請續期文件都要備份好。如果你係新申請人，記得喺生日嗰個月就去交表，
津貼係按申請日或者符合資格日開始計嘅，遲咗就係損失。呢份預算案雖然解決咗短期嘅福利擔憂，但長期嚟講，大家都要有心理準備，未來嘅福利政策可能會越來越多精準扶貧。即係話，如果你真係好有錢，政府可能會逐步縮減你嘅福利，將資源留返俾最需要嘅人。所以，趁而家政策仲係相對寬鬆，大家要好好規劃自己嘅退休生活，保重身體。呢份健康先係最貴嘅資產。如果你對2026年度嘅資產限額或者申請文件仲有咩唔明，又或者你想知道更多關於兩節搭車嘅具體路線名單，可以去返社會福利署嘅官方網頁睇睇，或者直接打去佢哋嘅熱線。今次政府嘅手不算係幾大，希望呢啲資訊可以幫到大家安下心。記住，福利雖然重要，但最緊要係開開心心，日日運動，同埋多啲同老友記交流資訊。我會持續幫大家留意住政府嘅最新公告，如果有任何變動，我會第一時間話俾大家知。如果你覺得呢啲資訊有用，記得話俾身邊嘅老友記聽，等大家都唔使咁擔驚受怕。2026年度，我哋一齊開開心心攞半糧，平平地搭車去飲茶。你想我幫你根據你嘅個人情況，計下2026年度你總共可以攞到幾多津貼，或者幫你列出一份最詳細嘅申請檢查清單嗎？